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景娥，欢迎收看礼拜一客家新闻插枝。当年14日到天一日的3日，喺台湾的美国电量化外销的大日，睇竞争激烈的外销华为市场后，美国电量化竟然係連登第5日外銷金額超過1億元，喺台灣外銷切花排名第2嘅華為產業，外銷到日本嘅亞種花，也係日本進口量嘅95%。亞種花被成長嘅時期，改按日頭，主要係總體嘉義韓國種花地區。實際上，台灣對1970年代各種嘅花就由外銷到日本，也50年來對外銷最多嘅菊花切花囤減量，換到美國電量花文心蘭。看得出來，國際花卉外銷市場競爭過激烈，未看得出來台灣嘅花農有意減壓嘅。嘉義新港鄉農會包裝廠地度，工作人員無限度修剪得住藍蘭花，完成一批停等於將病khu地度嘅送出來。日本新媒以上雙條小米喺台灣切發外銷日本市場，太出口上其中一類，佢炸由台灣文心蘭外銷日本減100兩，得住藍蘭花未當到。去年全台外銷日本總數量有500萬人支，佢同新港農會繼續生產呢，只有減100萬支，大概係20%。我們通常這個箱子外面一定要標示品種，要非常清楚。這幾個，這個跟這個是不同品種，然後它有它的長度，還有它的路數，這一些標示都一定要非常清楚。對選出嚟修剪淘汰唔合格呢，再個分級包裝，準備疊鋪頭。一批得住藍蘭花喺新港農會今年外銷日本市場最尾一批，台灣外銷一種花到日本高峰期係對12日咧到高騰年嘅30日咧。每一季就是1個禮拜出3天哦。那因為我們這個是配合日本的拍賣銷售日，1週3天的一個循環。那我們今天處理好的花，我們就是做空運，然後做早班到日本，然後是銷售到說下一個販賣日。外銷洋桔梗，我從第1年開始操作到現在12年，我跟農民講的，我們就是做第1名。當我們沒有辦法經營的時候，其他人都沒有辦法經營了。可是我們要怎麼樣去確保第1名，是我們大家要去努力的。那麼是一塊起炒喝啊賣，也不能包裝廠的分級，也不能因為日本的價格去決定分級標準。10幾年的分級是一樣的。嘉義新港喺台灣外銷得住藍蘭花青島嘅單一鄉鎮，同新港農會鋪頭花農同切花剪下來，初步分級過後，交俾農會包裝廠來拖，合格咧裝出口，唔合格咧就退還俾農民。近20年來都係用同樣方式，雙條小米肯定農會包裝廠講起這樣時做埋會合作。剛開始我們在這裡合作的時候，快20年前，這個地方都是算是一個戶外，只有一個屋頂啊。當然，這個柱子是存在啊。我們就是耕耘了這麼多年，終於這邊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包裝廠了。是因為當初這個產地是代表台灣的一個洋桔梗的產地，就是有一些先進。是種洋桔梗的技術蠻好的，所以我們選了這個地方。新港的洋桔梗其實我把它講成我們有一個鐵三角的關係啦，農會、農民跟貿易商。農會是整合政府的資源，提供農民資金。那貿易商的部分就是去做好市場調查，做好行銷計劃。那農民的部分就是提升它的外銷合格率，那配合包裝廠的生產計劃。是那時候海水倒灌之後才變得這麼嚴重的。這個每一年都這樣會浮起來嗎？對，每一年都會。只要天氣熱的話，它的那個雙條小米加上新港設計了解產地情形，同所講鐵三角關係地度，新港農會同種協調，農會統一同每一種簽約，保證農民收入。認真得住藍蘭花成本當初，農會還同農民先疊中央嘅錢，數到花過後，將口袋創出3日。
洋桔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台湾很少量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啊。当价格崩盘的时候，它就会寻找其他的出路哈。所以从90几年就开始尝试日本外销。洋桔梗是一个在台湾是一个新兴的花卉了。所谓新兴，就是说它发展的时期并没有很久，大概不到30年哈。那最初大概从嘉义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发展到现在面积最大的反而是那个彰化。得住南浪花到全世界花卉市场地度当贴片，这个重点係對美國來嘅，不過也全世界幾千種嘅品種權專利，單單係同日本樣嘅上數項。不過現正這個現動有發揚嘅冇人改，古數主要同丹麥比發揚嘅。台灣係當年進口樣嘅太野切花，再過賣到日本，形成當貼片生態鏈。因為日本在低溫的季節，它溫度太低了，沒辦法生產。所以就台灣是重要的產區，每年大概從11月一直到第2年的3月，現在已經是季末了。那洋桔梗，如果你看它的花，從早期的單瓣，現在變成重瓣，你如果不看它的葉片，看起來就很像什麼玫瑰花。現在是白天了，晚上看起來很漂亮啊。這邊有藍色，有紅色，然後這個地方又有紅色跟藍色混在一起。那原因是什麼？就是要在有一些栽培技術上面困難。台灣清早早得住南浪花發揚嘅栽培係葡萄嘉義台南也特別花農嘅農委會台南區農改場，10年來種花體系前面個對上去，台中農改場也當地嘅設置 LED 補充嘅比例，得住南浪花係需要你市場嘅出物，經過天造試驗，發現做得增加假果土同花枝數量，同時縮短生長周期。那如果光照不足的话，就会造成那个我们切花品质的影响，譬如说花苞数不够啊，还有就是说会有消蕾的现象，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切花品质影响就很大。所以呢，我们有在做冬季的时候，如果光线不够的时候，我们会利用那个灯来补足它的光线。以前种菊花很多的地方，现在慢慢转型哈。譬如田尾、永靖跟北斗，这个是彰化最重要生产洋桔梗的乡镇哈。那它每年生产台湾的话，大概有160几萬把，那彰化就50幾萬，就佔1/3。種花花卉數量同種類，到台灣係大頭名嘅。甜蜜花卉拍賣市場規模全台灣第2，係唯一整體型拍賣市場。現時頭所有花卉拍賣行情地度，雖然這品質略略冇同樣，得住南浪花係輕高價。洋桔梗部分的話，我們在10幾年前，我們就去做一個試做外銷的動作，去進到那個日本市場。然後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是用海空運，然後空運做一回之後，我們就克服一些採收或處理的流程跟保鮮流程，然後我們做海運，降低我們的運輸成本。然後目前來講的話，每年都有在出洋桔梗。那內銷部分的話，跟外銷部分的一個採收程度也有不一樣的地方。88年就開始種洋桔梗了，民國88年，從1分的洋桔梗開始一直種到最多種到1.2甲，現在差不多種出口的話，差不多種1年種差不多5、6分地。元青花卉30班種陽明徑係人工好落客，加速先前種菊花。菊花是台灣種青島嘅花，就統計民國84年時節，全台灣種面積還有1792公頃，其他所有切花栽培面積37%。這樣是咩愛受青島嘅花，下後見來見少，也幾近唔係前5名嘅。陽明徑對20年前開始種得住南浪花同菊花輪作，其中菊花係荷蘭的商業品種研發。以我來講，本身在種的話，從以前開始，我們台灣的花農大部分菊花的來講，都是種以前的那個比較老舊的品種。啊，我接觸到，再嘗試到這個煙火種下去，然後市場反應又很好。國內的可能有比較老品種，可能5、6塊，它可能一支就15塊左右。那日本我們曾經外銷量非常的大，
但是后来日本他们扶植的冲绳 Okinawa 的产业起来，那他们的方向不大一样，它的方向变成是多花菊，我们英文叫 spread type， 这个影响很大。除了对太极花专种稻花时节遇到困难，另外一个问题是农民惯用的种花喺哪里看涨的，并没生发天出爱嘅，市场竞争一激烈。菊花喺8批体，也就是讲有8只孔样也无孔种嘅颜色体株，一般出物单单2批体。菊花是呢品种研发过程当好事，不过市场流行变化啥都惊。大家一谈到中部的那个夜间点灯的盛况，就会想到我们彰化田尾的菊花，田尾因此这样有名。30年来的产业变化相当的大，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品种是一个原因。台湾因为早期是外销日本，大概都是黄色大菊为主，大的菊花。可是后来市场逐渐在转变，它完全没有一个品种跟技术的更新。可能目前在台湾流通的普遍性的多斗菊或是小菊，其实真的是没有一个新品种的导入，这个是当然对市场的需求是绝对是有影响的。外销花卉停定时代潮流行，台湾种技术同品种没有停得到，像菊花产业讲究无太利益係減來。我们家世代都是在种花的，从我阿公的时代，在民国62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种植那个唐菖蒲。在台湾南龙宫剑兰还是后来，当时唐菖蒲是台湾的主要花卉，跟菊花、唐菖蒲、康乃馨都是台湾的主要花卉。这些花卉在台湾的市场上都是价格都非常的好。目前的花卉种类越来越多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因为唐菖蒲它非常的重然后采收的时候它是没有用机械采收，必须要用人工，然后呢一支一支的采那由于呢年轻人都没有在田里，都是在一般外面工作，那相对的老农的年龄越来越增加。对劍兰改种特殊兰兰花，北岛青年农民王凤珠有7家外销出口管道，加个产销班没合作生产穷下卖。现时日本进口特殊兰兰花有95%喺台湾来嘅，不过中国、越南同马来西亚按多年来没头抢市场。对于我种紫阳桔梗大概有6年的时间，外销贸易商他也非常的竞争。我们这个贸易商他非常的辛苦，他也是在台北从事承销商。可是他每个礼拜都会常关心下来关心他的花卉，对于农民的操作，他也非常细心的去教导农民。台灣咧都愈多粒愈好看啊！去日本咧都獨粒，花太累啊！王鳳珠家族台都種花，對花卉產業敏感度無人比的。其实我们彰化有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彰化是花的故乡。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就在种花，所以对于花卉的品质，对于花卉的欣赏，所以说我们会比其他的人会敏感度会比较好。我们这边优势就是，如果没有桔梗，我们花农还会种其他的品种的花，所以我们竞争力在这里。日本里面有几个花种有未来性比较可以继续的。洋桔梗是绝对是其中之一，加上台湾的地理位置、农民的技术，这个也都符合的，算是在外销。我经营那么多外销的花卉里面，算洋桔梗是一个蛮有未来的品项。如果花卉要发展，第一个品种一定要多样性，你才可以知道市场到底是怎么在转变因为它是嗜好性，它流行会一直在转变。那因此呢？我们就要从栽培技术去着手，例如我们冬天日照不足，你如何去加光这些？另外，因为我们要外销到日本，那采收完之后，你怎么去给它保留它的新鲜度？
对得住蓝浪花外销，看到台湾新型发挥未来，这个比对曲化同艰难产业讲紧变化，台湾也行向国际市场，也做得发现，需要品种的多样，听在发挥市场潮流下，就像东南亚一个国家经发展，台湾都已经先看到下一个市场同样嘢。